經師對於規矩、對於誡命，即係可以話滾瓜爛熟，佢點會唔知道邊條係最緊要？所以佢唔係真係想知，佢係去試探下，睇下耶穌真係咁多嘢講，咁多嘢做，咁點樣去將600幾條嘅誡命清楚咁話俾企喺佢面前呢班人知呢？咁耶穌好知道呢啲係陰謀詭計唔係真係佢哋想知然後去做，而係佢哋只係試探佢。所以耶穌唔單止答咗佢條問題，邊條係第一條最緊要，佢加咗啲嘢上去添，然後唔夠喉，再加多啲，就話俾佢聽：如果你真係愛天主，守誡命唔得，淨係守誡命只係得個外表。愛天主唔係只係去守好誡命，而係真係要愛人，愛你嘅鄰人。所以我哋話愛主之道，愛天主嗰條路，愛天主嘅方法，在愛人。你唔愛人，你係唔可能愛到天主。所以兩條誡命變成一條，使到我哋能夠明白，我哋守誡命唔係為咗誡命，而係為咗愛。